空军上尉新表个在暗杀 F-16V 战机出海训练所失联，各单位是并势咧搜救，要甲伊救倒转来。中国宣布，甲内政部长陆世峰、教育部长郑永耀列入台独顽固分子。咱陆委会强调讲，咱是独立国家。美国出兵掠走委内瑞拉总统，国际是全球烦恼讲，还阁有后一步。他们是发讲，伊要爱伫吉连兰，无排除动用武力。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邀请大家踮台湾看世界，用台语了解国际大。今日新闻头起先，就先来关心这空军的上尉新表个，在暗时使 F-16V 战机出海训练所是失联，伊在暗时对这花莲的空军基地6点17分的时阵出发的，是龙飞往南平去。不过，煞伫咧7点27的时阵回报未航，而且佫随回报讲，这战机的高度是一直咧下降。佫过差不多4秒，伊就随话讲伊要跳伞，落尾这雷达光就随消失去。对这未航到雷达的光消失去，中间是干那1分钟尔。这段时间，飞官新表个是讲到伊失去方向，负责导航甲雷达任务的电脑 MMC 拢有故障的情形。初步是怀疑讲，真有可能是这2点，致使这飞官判断讲伊着爱跳伞逃生。虽然讲新北个是有回报讲伊要跳伞，不过基地迄边并无收到这救生装备的信号，这也是代表讲基地迄边并无法度确认飞官敢真正有跳伞，当然也无法度追踪伊后续的位置。自昨暗到大，咱的国军还佫有空勤总队甲海巡拢加入搜救行动，并势要甲飞官救倒转来。目前为止 ，F-16V 嘛已经全部停飞。空勤总队直升机测试飞到花莲外海，一直看海面，伫测失去联络的空军飞官上尉新撇机，搜救行动对暗时到日时拢无停止。海巡巡舰、大东舰、基丁舰伫大营中来到苏国海域继续搜查。本舰目前正在进行搜救任务中，现场海象不佳。海军军舰也看到出现伫花莲外海，不过拄到海象无好，岸边也有机动雷达车协助来搜查。花防部官兵是沿海岸线部署观察站，一直看伫岸边甲海象状况。国军已经派遣空中13架次、11架舰艇、119名人力，结合无人机加强来搜查。到测试暗头啊，也无找到飞官新撇机，也有这战机的残骸。飞官新撇机764编号6700 F-16V 战机执行例行的夜航训练，暗时6点17分对花莲基地起飞，无想伫会场时阵短1分钟，正式回报伫云中失线，而且这高度继续下降。了，搁再回报3摆要跳伞，人就失去联络啊。暗时7点29分，伫花莲基地南边31海里的所在，光点消息。他是有呼叫跳伞、跳伞、跳伞，现在这个没有得到这个信标机的讯号的求救讯号，所以说呢，我们现在还没有事证可以证明飞行员确实有执行跳伞的动作。他昨天晚上已经知道他空间名相也报出来，同时他检查他的高度表已经下调。我们飞行员的最后一道关卡就是弹射跳伞，所以他该做的都已经做了。空军讲 F-16V 有4大失手，内底夜航上发生空间的变向，头起当时有一直要甲新撇机带转来。显然，苏国战机对军这个出厂到即阵只有一般性故障，即摆伫训练进程拢有检修。不过新撇机伫事发当时确实回报无主化任务电脑 AMC 出现故障，引起注意。飞行员在返场训练过程中呢，确实有这个报告说 ANC 有发生故障。他并没有回报说有哪些装置故障，不管不知道是1级还是2级。国军海巡继续依次表消息为中心点一直传出去，全力来搜救。空军讲，即阵将也未只有这架苏国战机有 MMC 故障，对此也下令 F-16型机执行天安2号特检，全面停飞，来确保飞行的安全。记者综合报道。咱的飞官使 F-16V 的战机伫咧花莲外海失踪。这 F-16系列战机的意外，这30年来是已经有10件。空军航翔专案这几年，甲 F-16全部升级做 F-16V， 不过自动防禦系统煞是无进展。空军是表示讲，已经有要求美国伫咧今年底进程爱完成。另外，还佫有这 F-16V 顶头的防寒衫，预计是明年1月开始交货。
战机引擎喷出黑烟，国军3大主力战机 F-16V 实现役上强的战斗机。F-16型机伫台湾服役29年，为着提升战力，空军近年来建立红点专案，由原厂洛克希德马丁主导。后来汉翔公司一平将 F-16AB 型机改造升级成做 F-16V。2023年，139架战机全数完成升级。只不过，这升级的 F-16V 原本的加装自动防落地系统，让飞行员面临机理混迷，也是飞行时会使自动来优先战机。因佮摕伫飞行电脑软体甲美方无共款，需要来整合。对此，空军初七讲已经要求美方赶进度，加速来增机。我们现在呢都会push 这个美军啊，要尽速的来完成。那我们希望能按照计划，并且提前。在年底就会获得这个 Auto GPS 的这个相关的装置。亚南方向美国采买66架 F-16V 新机，本身就来建自动防落地系统，头只已经伫去年底收飞成功。外界注意什么时阵会使到运到台湾？对着这摆战机失事，空军讲飞官出现空间未详，任务电脑 NMC 有故障。前 F-16经济高官用着分析，战机一平夜航也是天气无好，开发生空间的未详，可见飞官当时的处理。我的体感的那个飞机的状态跟实际的状态不一样。如果我们遭遇到这个空间迷向或者是错觉的时候，要恢复仪表的操作。那唯一一个训练上，我们也一直在往这方向在走。另外，空军对幻象2000配发防寒的飞行衫，为着飞官安全加增加一层的保障。不过 F-16V 确实无应该注意。空军讲已经向美国采买防寒的飞行衫，亚六万速机已经交货，战机部分是规划明年1月开始交货。记者综合报道。中国国台办今仔日宣布，甲内政部长刘世峰、教育部长陈英耀列入台独顽国分子，甲侦办各案件的检察官陈思怡列入台独打手。不过，咱的陆委会当然是强调讲，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的国家，中国这款把戏拢是无效的。刘世芳、郑英耀倒行逆施，台独恶行累累，依法实施惩戒。中国国台办初一宣布，甲咱国的内政部长刘世峰、教育部长陈英耀列作台独蛮批分子。指控刘世峰打压两方的交流，迫害伫台湾的中国配偶，嘛认为陈英耀是编台独的教材，阻扰教育合作，发挥禁止两个人含亲属入去中港澳。刘委会警两方互相无隶属是客观的事实，这种甲个案来国刑事犯罪化的做法是无效的后步。所谓的台独顽固分子，全部都是坚决捍卫中华民国存在。那所以政府会继续坚持下去。2021年11月，中国第一摆公布，咱时任的行政院长苏贞昌，佮有尤锡坤、吴钊燮等3个人是台独蛮批分子。2022年8月，佩洛西访台了后，佮有2024年10月，中国联合利剑军演的期间，嘛拢佮新增加几个名单。即马加上2个部会首长加起来拢总14个人。最近访台，和国台办批评是唔正人的日本参议员赵平，嘛提出批评。被指定为台独分子，应该是他们的荣誉。中华人民共和国给他们授了一枚勋章，说明他们是做了对台湾很好的事情。除了台独蛮批分子，国台办的官网去年3月底嘛推出台独打手强犯的举报专栏，初一个新增加侦办正在件中国间谍案，兼高检事官案件执行秘书的检察官陈思怡，加起来12个，呛声依法终身对质。我们要严正的谴责任何恫吓台湾司法官的行径，我们要全力支持台湾司法官的公正执法。那的确是要针对我们的司法检调单位来进行一个杀鸡儆猴的施压。但是你看过去针对科案或者针对这个陆配案件的一些检察官或司法官本身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台湾名单的宣布，很明显你都没有确实执行嘛。法务部强调，除了确保检察官的人身安全，对在地协力者涉及犯罪嘛严格惩罚。内政部回应讲，捍卫国家主权的立场未改变。教育部是中心的持续坚守教育基本法的精神，推动爱国教育，守护台湾的民主自由。记者综合报道。中国顶礼拜伟大军演，即阵阁宣布今仔日中昼到明仔下晡6点，要伫咧渤海演习。因的商务部阁公告讲，要加强管制对日本出口军民两用物资，军演加上出口管制，拢是咧针对日本。
中日紧张关系还未转好，中国对日本发动新一波经济打击。中国商务部初次公告，对原产地日本主要用在半导体制成的法律事项发起反倾销调查。经济机构宣布，即马开始加强对日本管制出口军民两样物资，建议中方的清单品项有1005項，其中包含稀土。我が国のみをターゲットにした今般の措置というものは、国際的な慣行と大きく異なり、決して許容できず、極めて遺憾であります。外務省、経済産業省及び在中国大使館から中国側に対してその旨の申し入れを行い、強く抗議するとともに措置の撤回を求めたところであります。日本外務省表示，亚洲大洋洲局長金正正中已經向中國駐日本大使館提出抗議，要求撤回措施，因為自2010年中日發生釣魚台論盡事件了後，中國多擺用稀土牌暫停對日本出口，造成日本數千億嘅經濟損失，即馬閣可能影響日本製造無人機甲國家晶片。中方依法依規採取措施，完全正當、合理、合法。我們敦促日方正視問題根源，反思糾錯，撤回高市早苗首相的錯誤言論。中國外交部回應相關做法是針對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台灣有代誌發言的反制，而且中國外交部長王毅7日暗時甲芬蘭外長通電話時陣，也講到中方對台灣問題立場，佮批評高市早苗倒行逆施，表達希望芬蘭應理解中方，同時中國對軍事頂權要動作。中國官方媒體央視報上共軍真正隻軍艦甲黃海海峽展開自控制了第一擺海上訓練的畫面。中國海事局也公布，初7中到9、7、8下晡6點，各地北海部分海峽進行軍事演習，針對日本的意義較大。記者綜合報道。美國總統 Trump 攻擊委內瑞拉掠走人的總統，除了表面打擊毒品，更較重要的就是要掌控委內瑞拉的石油，利用掌控能源壓制中國甲羅西亞。即陣 Trump 閣宣布講，委內瑞拉臨時政府已經同意賣3000萬至5000萬桶的原油給美國。不過，國際嘛真煩惱講，這款做法未輸是帶頭破壞國際穩定。委內瑞拉政局改變了後，美國總統 Trump 一度鋪文講，美國臨時政府加3000萬到5000萬桶品質足夠的原油交予美國。不過 Trump 強調，這批石油會用市場的價格來賣給人，不過資金是伊本人控制，而且伊閣講會把款項用在咧造福兩國的人民。已經指示能源部長萊特隨執行這項計劃，用保準船直接運去美國的碼頭。美國邊境的民眾足煩惱的，驚美國安尼做是咧搶資源。sea lo que ocurre, a lo mejor ya transó con los gringos. Los gringos, si transó con los gringos, pues que si vienen para acá los gringos, van a poderse traer la industria petrolera va a ser otra vez explotada por ellos igualito, porque siempre ha sido mantenida por los gringos y siempre ha sido explotada por los gringos. 雖望 Trump 俄羅代理總統羅德里格斯是友好的朋友，不過嘛有威脅。Trump 明確表示，羅德里格斯要確保美國會當摕到美國足大石油量的完全准入權。美聯社分析指出 ，Trump 已經把民主選舉放佇咧第2重要的位，即賣目標是能源利益。羅德里格斯恐驚共這個時間會面臨國內國外攏愛煩惱的困境。And then externally, of course, she's facing demands from the White House and President Trump, who has explicitly said that if she doesn't follow through on granting U.S. access to Venezuela's vast oil reserves, she could be next and follow the line of President Maduro. 為了進一步落實能源政策 ，Trump 預計在禮拜5在海俄莊園甲足濟石油的頭家高層見面，會議重點除了討論委內瑞拉石油的運送甲安全鏈，嘛包括美國未來能源開採計劃。也拿 Trump 強硬做法，在咧國際嘛有真濟反對聲音。La operación en Caracas supone un precedente terrible y un precedente muy peligroso, un precedente que por cierto nos recuerda a agresiones pasadas. Y que empuja al mundo a un futuro de incertidumbre y de inseguridad. 雖望講 Trump 強調能源優先的政策，不過委內瑞拉政局演變為單純的民主轉型，變作是國際中間的資源比較。這批數千萬桶的原油的交接，到底是換到穩定的政權，還是更加深的國際衝突呢？拜5 Trump 甲能源高層的會議結果，嘛會變作是觀察美國甲美國關係，也閣有全球油價走向的關鍵指標。公視新聞陳偉進編譯。美國出兵掠走委內瑞拉總統，造成人56個安全人員死亡，而且這款美國行動嘛造成
拉定美洲行刑，哥伦比亚嘅调兵力去边境，古巴嘅人民嘛真不安。除了拉丁美洲，川普自就任就发讲要爱伫激陵兰，即阵白宫阁发声明，讲无排除动用武力，但未甲后面是经过 Trump， 若是动武，是规个北约拢会帮盘。委内瑞拉官方统计，美国跨境逮捕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已经造成26个委内瑞拉安全人员，甲31个古巴军警殉职。司法部长将这场行动讲是战争罪。Jurídicamente como un secuestro internacional y como ya lo dije, una privación ilegítima de libertad. Que nosotros hemos designado como Ministerio Público a 3 fiscales en medio de este crimen, de esta agresión inusitada contra la patria venezolana. 川普对委内瑞拉动手，也予拉比人民感觉压力。哥伦比亚伫委内瑞拉边境正派更较侪军警气氛紧张，古巴人民也真不安，因为川普测试已经点名这2个好日子无济啊。Colombia is very sick too, run by a sick man who likes making cocaine and selling it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e's not going to be doing it very long. So there will be an operation by the U.S. It sounds good to me. And Cuba literally is ready to fall. 前者白宫初来阁发表强硬声明，会提到格陵兰列为美国馆优先事项，而且会达成这个目标。美方咧讨论系列选项，其中包含动用美军。这会互欧洲真生气。格陵兰总理表示，格陵兰想要甲美国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毋过袂简单被征服。格陵兰主权所属的丹麦总理也警告美方的军事行动会互北约机制袂顶袂当甲瓦解。The United States chooses to attack another NATO country militarily, then everything stops. That is, including NATO, and thus the security that has been provided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西班牙、英国甲丹麦领袖出来发表联合声明，指出北极安全爱伫北约结构之下集体维护。欧洲边国已经加强军事部署，美国依然是重要友伴。不过格陵兰事务干后，丹麦甲格陵兰家己来决定。美国国务卿鲁比奥马上伫国会说明，川普计划是买格陵兰，毋是日品，要求幕僚提出新版本的格陵兰计划。公司新闻是会中评价。欧美35个国家组成的志愿者联盟，初六伫咧巴黎开峰会，讨论这乌克兰甲罗西亚停战了后的因应方案。英国甲法国是表示讲，有可能会派兵进驻乌克兰监督军事训练，不过美国并无愿意派兵。所以讲，这会后的宣言，派兵部署美国卫星甲无人机这块代志，拢无写入去。虽然俄罗战争停火，甚至和平协议，唔知影什么时阵会讲定。欧美35国组成的志愿者联盟，嘛是积极讨论战后安怎帮助乌克兰得到安全保障。就峰会场合，英法和乌克兰3国的领袖签意向书，英法2国派出几千人规模的兵力，而且伫乌克兰各地建立军事中心，用来做收藏武器装备的场所，而且支援防卫需求。不过对这个议题，德国的态度和英法比起来相对保留。Deutschland wird sich weiter politisch, finanziell und eben auch militärisch einbringen. Dazu kann zum Beispiel gehören, dass wir nach einem Waffenstillstand Kräfte für die Ukraine auf benachbartem参加会议的各国唯一一个达成共识的具体措施，就是伫战后设立停火监督机制。美国和乌克兰合作来领导，总部会设伫法国的巴黎。国会后正式出来宣言，监督机制会动用无人机和卫星对空中来执行。美国并未派兵进驻乌克兰。Some of the other people here talking about land options, that will be the most critical issue, and that's subject. And we're going to be continuing on with those discussions, and hopefully we'll be able to meet or come up with certain compromises with regard to that. 外电的报道指出，讲宣言草案本来是列入安怎使用美国的卫星和无人机这个战略监控地面的状况，而且支援进驻乌克兰的真侪国的部队。但是伫个美方的要求之下，这文字并无列入正式的宣言。另外，监督机制爱安怎运作，各国爱安怎支援乌克兰的防卫，到达成有约束力的条款，拢也阁唔知。对即摆的峰会，关键的对手都是罗西亚，到目前为止拢无做出任何回应。公司新闻施家人编译。澳洲昆士兰金佩斯乌虎这款蜜蜂是受到保护的物种，不过这几年因为数量大增加，是已经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受亲像臭味、噪音这寡真侪问题。居民甚至是烦恼讲因带传染病，说讲当地政府是望中央来到处理。
路边的树林内底看起来好亲像被鸟仔咧飞来飞去，暗过详细观察，所发现这鸟仔好像是倒挂伫树花顶悬，原来飞来飞去的不是鸟仔，是皮肤。在欧洲昆士兰州，虎虎是受联邦政府的环境保护甲生物多样性保护法保护野生物种。不过，为2010年开始，因进入当地都市禁皮，迄群生团数量达到惊人数字，开始影响居民生活。The bat droppings and their impact on our trees, because when they're hanging off the trees, they actually weaken them and they start collapsing. 居民内文表示，这壁薄唔但破坏树仔造成死亡，也无法度互其他动物伫门口埕咧佚佗，因为壁薄的白色灰或者是死亡尸体，拢有传染病风险。加上这壁薄常常无分一暝一直叫，拢互居民烦恼会对人体甲厝内底宠物的健康造成影响。虽然居民想要修剪树蛙，减少壁薄生团所在，或者是装灌溉喷水系统来赶走，不过效果无够好。因为这壁薄伫澳洲的生态系统内底扮演重要的受分角色，受州政府甲联邦政府立法保护，无法度扑杀。金皮市长已经向中央联邦政府寻求协助管理，赶走壁薄，佮要求州政府甲联邦政府提供帮散回购方案，补偿居民的损失。You need to buy out these homes. They are worthless. No one would go and purchase a home and have bad excrement and noise 24/7. 目前，澳洲联邦政府用拨钱超过5万澳元，相当106万台票，予金皮市府协助管理赶走壁薄。不过，对是毋是提供帮散回购政策却无回应。动物生态学家建议，将那生态地树蛙食物转离人大所在，无得较应减少对居民的影响。公司新闻陈时东报道。唱歌是消透心情的好方式。连续8年排伫咧世界上幸福国家头名的芬兰，当地人嘛真爱唱歌。因遐的卡拉 OK 店是亲像咱台湾的便利商店遐尼济。我近北极款的罗瓦列米，除了世界有名耶诞老人村，迄看起来无人烟、大细郊区，其实温状热烈、花花滚的一面。手提麦克，目睭注视伫荧幕顶的歌词，开喙唱出好听的歌。这就是芬兰民众上爱的卡拉 OK。31岁观光业者迪亚，下班上解的活动就是去酒吧唱卡拉 OK。家己唱无够开，招伴做伙才欢喜。I like karaoke because, well, obviously I didn't end up being a famous singer, so I think that's the closest because I didn't end up in a band either. And in my family, we have been singing since I was a little girl, so it's quite familiar. 芬兰的文化上顶除了耶诞老人、芬兰语甲平常学起，还有卡拉 OK。这项娱乐文化为80年代尾传入欧洲了后，就变做芬兰人热爱的国民消遣。像迪亚同款的少年世代，唔但唱流行金曲，老歌嘛照常唱。In Finland, we have a lot of karaoke songs that are really good, especially the older ones. 芬兰民众爱唱歌，唔是简单为着欢喜，透过演唱传统芬兰歌曲甲国际热门金曲，展现对文化的认同。根据统计，20年前，芬兰有卡拉 OK 设备的酒吧甲餐厅，都有要挖2000间，平均每2000外人都有一间卡拉 OK 店，密度简单输目前台湾的便利超商1点啊。做线顶卡拉 OK 的音乐制作加加乐表示，伫一个外国人眼中，芬兰人冷静佮理性，毋过摕着麦克就会显出特别的真性情，而且无论到地，拢会当唱甲开怀。In Finland, you might encounter karaoke in every city, every small town. There's people singing in karaoke bars, but then they sing home with their mobile devices. They sing in saunas. They sing. I've seen people singing in a small rowing boat. I've seen people singing out in parks. Karaoke is everywhere in Finland. Finnish people, they can sit for half an hour without saying a word in a bar, just zipping their beer, and afterwards they say that, hey, thanks, it was a great night out. We had such fun. 芬兰人唔但被动唱卡拉 OK， 佮积极筹办活动甲比赛。2008年，一间俱乐部就连续唱超过216点钟，首创卡拉 OK 马拉松的金氏世界纪录。佮有一对介意三温暖的翁仔某，因为安尼来创办世界知名的卡拉 OK 锦标赛。A Finnish couple in a sauna started thinking about, there's this Finnish championship, but is there a world championship? And
they immediately Googled it and found that there is none, so they formed it, and they had this network of karaoke-loving people, so they managed to get 7 countries represented in the first year, and there was double the amount on the second year. 牛津大学科技研究中心的年度报告显示，芬兰已经连续8档被评做全球上幸福的国家。啊，那卡拉 OK 正正是民众小偷情绪、遗下幸福感的关键秘诀之一。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感谢您收看今仔日的新闻，世界通我是苏眉，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